我哋初步係化驗咗大廈嗰啲嘅保護網，係發覺佢係達到咗係一個阻燃嘅要求嘅。但係包圍住大廈嗰啲窗門嘅發泡膠板呢，係高度易燃嘅。根據而家我哋初步掌握到嘅資料呢，我哋相信最初起火嘅位置係宏窗角低層外邊嘅嗰啲嘅圍網，其後呢係由於燃燒咗嗰啲發泡膠板，火勢迅速呢係向上蔓延，伸延到去多個嘅樓層，並喺短時間內呢係波及咗宏福苑其他6座嘅樓宇。大火呢係引燃咗貼喺嗰啲窗門上面嘅發泡膠板，令到玻璃爆破，令到火勢呢係急速增強，並且迅速蔓延到呢入到室內嘅。短時間之內，室內室外嘅面積呢係大面積係同時起火，最終釀成今次嘅災難。